今年的年假这前后加起来是拢总有9天遐尔济，真侪人呢拢要出国来佚佗，所以桃园机场甲日本13个机场来合作，对今仔日开始是连续28天，这旅客的日本通关程序拢会当伫台湾这边就承办好势，互通关的过程会当愈方便嘛愈省时间。农历新年伫要到啊，9天连假，真侪人拢计划出国佚佗。日本搁较是大部分台湾人上爱去的所在。通机场甲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合作，办理台日机场入境事先确认作业，节省日本入境通关的时间。实行头一天，旅客拢感觉真满意。因为我是去很多趟日本，觉得那边蛮导学，他说这样会比较快，我就试试看第一次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如果进去就可以直接入关，应该就蛮快的。反正我们都会提早到的话，那如果这个可以分流，我觉得也不错。透过护照的确认、翕面部相片，也有持指模这作业，袂少旅客伫候机室等待登机的时间，就会当先办理入境事先确认，转停较免5分钟。到日本机场了后，只需要搁再确认是本人，完成入境事先确认的认证，安尼就会当快速入去日本。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，能够有效的解决日本小型机场的相关的运载量。这个春节限定的日本预先通关措施，即马开始到2月12日，拢总28天，16条航线，134个航班，延续去年函馆、旭川、秋田等8个机场以外，今年阁新增加冈山、茨城、宫崎等5个机场，拢总有13个特定机场。乒乓协会嘛认为，会当有效减少日本小型机场向真侪旅客到位所造成的海关人力负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